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昨真侪县市拢发布大雨特报，伫咧阿里山的明月山嘛，受到大雨的影响，传出大浜边的铁链啊，那像断去啊，有10外个登山客受困。好在在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确认到登山客拢已经离开，铁链啊嘛好好无断去。出名的山林铁路围着阿里山明月山是真热门的爬山健行景点。初日下晡4点外，因为落大雨影响，明月山大浜边毋但变作水墙，阁捌传出铁链啊断去，10外个爬山的人煞掉伫棚坑内无法度出来。本日7日16时39分，嘉义县消防局接获报案，于阿里山乡年月线大崩壁附近发生铁链断掉。初日下晡，真侪县市做伙发大雨特报，消防人员毋敢大意，随派遣人甲车去救援。好在在到场的时阵，发现爬山的人拢已经家己平安离开，铁链啊嘛确认无断去的情形。经报案人来电表示，现场与市区小，且铁链无断掉情势，人员数名均已平安通过崩壁处。救援人员到达并确认现场人员均已平安撤出之后，状况解除。本局人员离开现场。爬山的人顺利行过大浜边，好在无人员受伤，正是白白行一个。消防局嘛呼吁民众爬山，除了爱注意身体状况，嘛一定都要注意气象资讯，确保家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民众党因暗6点半特别招支持者去到立法院边进行全国开讲听歌问答。警方对早起9点半开始就会伫附近做交通管制。因有媒体指出，检验伫咧歌问答处内有找到随身碟啊，记录到歌问答收审庆金的1500万。不过，民众党讲这是无经过证实的消息。前台北市长、民进党主席郭文铁牵涉江华社用这争议，北院第2摆调开几啊庭，郭文铁初5被裁定几啊禁见，有支持者伫初6暗时到土城看守所静坐来陪判，现场大约上100人集合。郭文铁的兄妹关美兰也到现场，敢若讲一句大家辛苦啊，需要暂停笑笑拢无讲话。因为这是一个无声的抗议诉求，所以您也是用无声来表达你的态度，是吗？民进党表示，这是支持者自发的赞赏活动，党中央表示尊重，也呼吁支持者理性来面对。民进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也达成决议，动员全党的力量对抗劣势党国。下将过路宣讲诉求司法爱公正，头针就伫初8暗时，选伫立法院军宪楼头前开讲。早起的先调开行政记者会，警方讲为着维护活动交通秩序甲安全，会看情形来管制集会现场周边的路段，并且看现场的状况甲人数扩大周边交通管制范围。有个派120名警力到场来维安。对于媒体讲，进前收查郭文铁徛街时，超出关键 USB 随身碟，其中有记载1500审庆物件，敢若是收取违建集团主席审庆物件1500万块。对此，民众党回击，这拢是无经过证实的消息，司法侦查无公开原则，是不是已经完全动作拢无判，被打跌头卡？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消息。企图影响社会舆论以及法官的心证，侦查不公开的原则，难道已经被视之为无物，践踏在脚底下了吗？北检呢也应该要清楚的说明不能用一句不予证实来撇清责任郭文铁怀疑牵涉江华社案件几啊禁见，太太陈佩琪原定于7月对87年伊退休，并讲伊请假到月底，换一句话讲，等于是停证到退休。87年伊讲会安排其他医师代诊，并且伫网站甲现场来广告，维护病人就医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民权路邮局传出半薪水予中部的国军，结果有10964条的钱无写字半两解，万外为军人就领到2倍薪水，拢总计发3亿8千万。目前已经陆续讨回来啊，不过也阁有40多万也未收到。民众趁拜六早起半日的营业时间，赶去邮局办理邮务都会。台中这间民权路邮局初5处理中部国军半薪作业的时，因为认为作业疏失，中部接受10964笔，等于是予1万名的军人领到双倍薪水，总计发出3.8亿。消息一出，民众表示进前呼吁的时，也发生过同款的状况，有人是对邮局信心大落。
台中邮局表示，负责员工因为拄啊调整业务，未熟手，造成这件专心作业重复tiếp销疏失。初5早起7点20分收到国防部通知异常了后，随请总局协助冲销，伫迄20点已经兑回10815笔，到初7为止只存12笔，大约41.6万还未收回。还有剩下12笔，416953元还没有收回。那实际上这些电话我们打了很多次了哈，那有些是刚好储户款项已经先领走了，没有回存。那么目前国防部也协助去通知这些余额不足的人员啊，尽速去做一个回补。那么为了维护官兵的权益，也已经要求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去厘清它的作业流程。国防部强调，部分官兵已经将钱领走，造成有业不足，会协助通知尽速回补，和约拨款项重回，而且会要求中华邮政公司厘清作业流程，检讨原因，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影响官兵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国防部长顾立雄推动国防改革，减少部分的形式规定。不过，昨也传出要求官兵爱为着恳亲的表演，一礼拜爱做3天的人灵训练，甚至造成有人受伤，引起志愿役的不满。再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预告要修正大众捷运法，未来若是有人也是车乌白走入去捷运的路线、车站内底，不是公众通行的范围。或者是乌白等物件入去捷运的轨道，妨害着安全，上当是要罚到100万。另外是联合报，高雄市区真侪店面挂广告的看板来要招人去租，有人认为这就代表景气变歹啊。不过最近环保局讲无申请许可妨害景观这款理由，要求租厝的中人就要把这的广告牌拆掉，这嘛引起业者来抗议。继续来看高雄的卫生局接到民众的陈情，讲伫咧新兴区的饮用诊所用无牌的医生，卫生局稽查确实发现到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而且这间诊所是已经违规真侪届啊，市府嘛要求得要停业一档。无对镜头，这个太平人注射10人，互离职员工指控是密医，无医师执照，却是甲另外一名有执照医师来会诊，也鼓吹病人动手术，甚至捌有新来的护理师不要注射，该叫伊来到3工注射，病人是完全唔知影。因为看不下去，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挡他，所以不管是跟老板还是跟罗婷医师都会有点冲突。挡他是指，就是不要让他下来看诊，不要做任何医疗行为。除了有离职员工的指控，这间诊所几工前有网友写文章讲，到诊所治疗伫床时，敢若有被医疗职业。市卫生局讲，初5、初6去稽查，发现确实有非医师人员来执行医疗业务这违法的事项。除了甲违反者移送地检署，也因为这间诊所侪摆违规，处停业1年的处分。查发现设有非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容留非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及护理人员未依法职业登记等违规事项。拜六下晡打电话去诊所查证，员工回应讲负责人无伫的无法度代为回应任何的代志，也毋过确实卫生局人员约谈负责医师，只有讲诊所收到处分书，当天就要停业，上晚下礼拜2就会送到位。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出现头一个互狗仔家着去注破伤风疫苗，因为过敏反应不幸死亡的个案。这是一个伫咧新北市50多岁查甫人，经过家属申请救济，卫福部决定要提供250万的救济金，甲30万的丧葬补助。若无说你互动物疗伤，也是家着伤的时阵，上好赶紧注破伤风疫苗，以免互破伤风杆菌感染，引起筋膜球紧张神经性症状，若严重也可能会死亡。不过来出现头一个注破伤风疫苗了后，引起过敏休克死亡个案，定期得到卫福部250万救济金加30万丧葬补助。因为他曾经在接种了破伤风类毒素跟抗生素之后，出现了急性过敏性休克，那经过专家审议之后呢，核予这个250万元的死亡救济，以及30万元的丧葬补助。
机关所表示，这个个案是新北市50多岁男性，自新冠疫苗1个月为了后，互告家乡就业时自破伤风疫苗加抗生素等，想要到离开病院了后，突然分别送医由院死亡。解剖报告时显示，原本有肺气肿加亲像过敏体质，自破伤风类毒素等引起急性过敏反应，造成心气衰竭死亡。我们最担心的是呼吸道那个黏膜如果也肿起来，那可能就会出现会喘。那因为呼吸道肿胀变窄了，那就会呼吸急促变喘。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卫福部强调，个案症状发生的时间离自新冠疫苗真久，所以排除两方面的关联性。医师指出，破伤风疫苗引起过敏性休克几率是1/10,000,000。文献上已经知影，但无真罕见。提醒民众注任何疫苗，至少要伫现场观察30分钟，身体无各样才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波音公司正在发展航太技术，不过因做的接送太空舱说是飞了无介顺利，所以改做唔载人飞回来地球，降落伫咧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因为原底要互载回来的2位太空人是延长任务，会伫咧国际太空站待到明年2月，结果由 SpaceX 甲因载回来。Touchdown. Starliner is back on Earth. 新墨西哥州当地时间初6深夜，也就是台湾时间初7中到12:01分，星际航线太空舱安全落地，比原定时间慢80多天。老爸的航太大厂波音公司甲后壁立起来星际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得到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合约。各自研发运补国际太空站的太空舱，一开始拢无啥顺利。也毋过 SpaceX 伫2020年达到 NASA 的标准，到即阵已经执行8座载人太空的任务。因来波音公司是一再拖延，一摆头一摆载人的起飞也一直拢无啥顺利。真无简单，伫今年6月初5升空，转接太空站又因为推进器问题试2摆才成功。若是冒险，互这太空人按照原定计划坐伊转来地球，恐惊有安全的问题。有时这2个太空人贝瑞·威尔默，也阁有桑尼塔·威廉斯，就安尼调伫国际太空站，由波音公司想办法解决推进器问题，最后也是伫安全考虑下放弃。NASA has decided that Butch and Sonny will return with Crew 9 next February, and that Starliner will return uncrewed. 也就是讲，波音公司毋若伫有人的太空飞行方面继续输予 SpaceX， 即摆互太空人调伫国际太空站，也由竞争对手斗3天来解决，甲太空人带转来地球。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台湾的极地超级马拉松运动员陈彦博伫咧非洲的肯亚参加230公里的比赛，伊克服这马拉里亚药物的副作用，也有地形的考验甲疲劳的压力，以21点钟18分的成绩摕到冠军。We'll go and take a walk. 甲参加非洲肯亚230公里超马赛各个好手斗阵做伙走，台湾极地超马运动员陈彦博伫5天的比赛内底，毋但爱面对多变的气候，也有真悬多元地形这考验，尤其是真这对抗马拉里亚药了后，无得困，胃肠无爽快，互伊感觉真艰苦。到了肯亚之后，我继续吃还是很不舒服，没办法睡，所以比赛其实前1-2天其实影响蛮大，但是到后面他们好像也发现我体力慢慢的退下来之后，他们才开始一直疯狂的在追赶，所以这次比赛其实蛮辛苦的。虽然地形真惊无好走，袂少路段也用爬，因为比赛经过保护区，袂少野生动物定出现。陈彦博也对比赛内底出现山野印象真深。出动了大概有200位保育区的军人保护我们。第2天的时候，甚至有看到3只的狮子在离我们大概没有很远。昨天在进终点前的时候，还有野生的长颈鹿从我面前跑过去，这些画面让我其实都很震惊。训练有素体能甲意志力，初6最终冲刺阶段，陈彦博提国旗冲向终点线，以21小时18分得到冠军。伊拍算19回来台湾了后，继续自我的训练，规划明年初参加长程型的极地耐力挑战赛。记者综合报道。3年一考的小琉球迎王祭，过去拢是伫咧11月、12月举办。
今年提早到9月，排队要坐东流线航班的民众是人丁至少要等1点钟，而且佮拄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真正是害甲真厉害。不过业者表示，航班暂时无受到影响，会佮加开船班。这阵人潮一路延伸，几乎看袂到上后尾，主要目的拢是为着要来参加迎王节。你们今天早上在这边等多久？1小时而已。1小时而已。等了1个小时。哦，平常没有这么多人嘛？对。啊，领妈做无共款，所以就迎王3年一届，所以人足多，人真多。民营交通业者讲，伫个早时5点外就有人来排队，第一班6点10分全部坐满，乘客上最等1点钟才会当坐了船。拜六规工有可能会驶20几帮船，前往小琉球的人数可能是这3天来上悬的。小琉球的民宿几乎拢住满，旅客甚至咧住到东港镇的民宿，和当地旅游业者预估，订到的人数会超过2万人。以往因为提早到9月，9月是小琉球旅游的旺季，所以人会特别的多。以往都是11、12月才有，所以人会比较少。那今年正好在9月份。民宿客满的状况，他们会往东港的方向，东港的一些旅宿业者去找房间。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港内风影真大，船只咧摇嘛真大力。拜五嘛有同款的情况，不过交通船业者讲，目前评估未来影响到航班。记者王刘婷、柯正准屏东报道。人讲好爷是囡仔守护神，嘛有人讲是财神。为着要互大家当来了解好爷的信仰文化，台南赤坎社区发展协会有举办为好爷的工作坊，吸引到真侪大人带囡仔来体验。手提好爷模型，大人囡仔发挥创意，用各种色水来呈现因心目中好爷生做什么模样。为了通互大家明白好爷的信仰文化，台南赤坎社区发展协会头摆以台湾手表天团的好爷公来做建本，办工作坊，请老师来讲解，互乡亲哪体验彩绘，哪了解文化背后的内涵。我有咧做模型庙会，我就感觉这做帅，然后我就来参加。我今天画了这一尊虎爷，然后它是橘色。传统文化即马慢慢在消失，阮社区就是想要做这样的代志，互介绍互较侪家庭会使把这种传统的文化传承下去。好爷阁号做下大将军，大多数会伫咧保生大帝甲土地公庙互人服侍，其中好爷公阁分做天后甲地后，一般拢伫新民坎下面较济。那天后就爱性格较悬的，才通放上圣道。民间信仰中，好爷公是囡仔守护神，因为参台语好爷真外音，因此嘛，互人讲是会带来钱水的金财神。透过这较传统的技法，来咱深入咱民众的生活内底。伫农业社会，然后伊也不发达时，伊拢来拜好爷，伊会用古仔吼，伫好爷的这个。孩子交回了时候，咱好爷讲，咱保庇咱囡仔的猪头会紧好安尼。即摆现代变化内底，咱个当看到讲拜好爷头前弄一个水，你知无？庙里的人吼，拢会用建议小钱换大钱。根据中西区公所统计，区内有礼拜好爷的庙宇有72间，拢总164尊，会当讲是全国庙宇数量上济、密度上悬的行政区。公所指出，各尊的造型拢有不同的特色。大家通实际行搭来欣赏。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县新埔最近这几冬开始咧种枝仔、种鳄鱼，地方的发展协会就办体验活动，招上千人做伙来动手洗枝仔。好，瓶子不能带走。那我们说大概有15分钟之后。囡仔用手拿来拿去，免偌久时间，鳄鱼渐渐减重。有阿公阿嬷专工带孙来体验洗鳄鱼。囡仔讲，原来平常时食的鳄鱼就是安尼洗出来的。我第一次洗鳄鱼摸起来软软的，好玩吗？好玩。夏天吃的话要冰冰凉凉的 ，Q 弹有劲，哎呀，不错。新竹县新埔地区栽种鳄鱼的面积约20公顷，但年会当生产5000斤的鳄鱼。为着要推广地方特色的农产，邀请9000人做伙来洗鳄鱼。我们从8年前就开始去培育，然后至少我们就请我们一个专门育苗的好朋友，至少到目前育苗10万株以上的啦，将近有20公顷，目前产量超5000斤左右。
专家把利用机会伫现场教民众安怎看出二药真也是假。那个天然的话，它颜色比较浑浊哈，还有放一段时间静置，它会稍微出水。那假爱玉它就不会完全不会出水，一直摆啊，时间再久它也是 QQ 的啊。那然后呢，天然的话，它这个真爱玉就是你这个取一杯水，爱玉冻放在水中，它会浮上来，浮上水面啊。那假爱玉它就是沉水底。理事长讲，二药除了是台湾的特色产业，其中更有丰富的植物性纤维。一般适合二药生长的温度是25度至30度。今年受到天气影响，产量有减淡薄仔，不过品质完全无受影响。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发表一本人权教育的绘本，合作发现。这本册是官方举办的工作坊第3届调头名的作品。那一天，没有人发现声音什么时候不见，真相什么时候扭曲。绘本当中，团队侪侪黑影发现警总和维权的象征。国家人权博物馆和出版社合作出版新的人权绘本发现，因伫初版新册发表会，作者陈维干表示，伊敢若用短短的研究问问题，就是希望透过丰富的图画，带动读者去发现真侪咱生活中维权的痕迹。每一页大概都有一些，像是有面具，然后雕像，重案者前辈有提到。他们可能在一些监狱里面，他们都不太敢抬起头来，然后看到这些可能宪兵，然后或是从一些小孔只能看到脚，所以他们都是看到这军鞋，它其实也是代表一个威权的这种恐惧。这个绘本是人权馆人权教育绘本工作坊的作品之一。工作坊办到打来已经第5届，累积超过60本的绘本。官方希望透过这个作品，促进台湾社会之间的对话。工作坊嘛邀请受政治迫害的前辈家属来和创作者交流，互因对人权有愈侪认识。我会叫政治受难者来甲讲因分享因过去的代志或故事我嘛会带在创作者去。看下古遗址啊，去了解过往咱台湾发生过人权历史的所在，大家互相的讨论，互相的分享，去做出创作来。另外，作者嘛分享讲，有侪咱逐工会经过的不义位置，甲咱也未去了解的人权故事。伊表示，虽然5月19已经互国家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不过介绍也无真侪人知，嘛希望透过绘本，互愈侪民众去发现。记者卢尚如、柯炳杰、新北报道。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4度，中部地区25度至33度，南部地区25度至33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还有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